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生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，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那一夜，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，我伤害了你。往事不堪回首。苗里，找我干什么啊？这次真的不是来烦你的，是真的有事情。你哪次找我不是有事情啊？你说吧，什么情况？女魔头把她的书给我，让我去复印重点，结果我把她的书弄丢了。其实呢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我知道我蠢，所以我把我的英语书找来了。可是女魔头书上的那些重点，我根本就不记得。女魔头本来就对我火大，还不了书，这可怎么交差呀？哇，你书也太新了吧！所以你是要我再帮你画一次重点是吧？哦，上次你爽约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？这次能不能还给我呀？哎，你这不是在强行讨债吗？拜托了，拜托！除了你，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帮我了。行，就帮你这一张。我可以麻烦你以后长点脑子吗？辛苦你了，我下回一定找，我现在就找。都这么晚了，食堂肯定关门了，我请你吃饭。走了，你走啦。
哟，这么巧啊！这么晚了出来吃夜宵啊？学长不介意一块儿吧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还说呢，从动漫社出来以后就找不着你人影了，找你一天了都。哎，女魔头事儿怎么样了？搞定了，多亏了学长。是吗？那正好请学长吃顿饭。怎么老着？今天啊，既然请学长吃饭，那咱们作为学弟学妹的，得表明一下心意。咱们不醉不归。抱歉，我不喝酒的。别学长，这男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学长不会不给面子吗？要喝你自己喝。既然你想喝的话，我可以陪你喝一点。好啊，你看咱学长多痛快。那我也喝。我先敬。是我们一块儿敬学长一杯，谢谢学长对我们学弟学妹的关照，还请以后啊学长多多关照。不用客气。我可没跟你客气。你要是不能喝啊，你别逞能啊。没事儿。来，马上。白学长，咱们啊慢慢吃，慢慢喝，慢慢聊，正好呢交流交流感情，好不好？哼，跟我斗，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。我先开门镜。他到底在笑什么？哎，醒！那个学长问你，你在笑什么呀？你别喝了。我没事，我一点事儿也没有。我看，我先把他送回去吧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好好请你吃顿饭的，没想到吃成这样。你们在干嘛？啊？要喝酒的也是你，喝成这样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不用你扶，我挺好。你今天也不应该多喝那么多酒。你睡前记得多喝点热水啊。哦，知道了。那他这样行吗？哦，没事，我会送他回家的，你不用担心了。那明天见。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今天这顿饭没有吃好，干脆明天我还你一个电影吧，还是我请客。明天啊？我没事啊。那明天见。谁说在一起会不好呀？我看啊，是越来越好。起来了。夏兰兰，夏兰兰，
回来了，怎么了？这是？他喝醉了。同学馆。老爷，我跟你说，你离望兰远点。不来。这谁？哎，你起来起来！谁弄走？我这么大味儿！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望兰也别走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我觉得你应该离望兰远一点，你们不适合。所以，你这是在替白龙说话是吧？停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，你醒了？那个昨天晚上，你是问你和谁发生了什么？我是问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。昨晚喝醉了，苗里送你回来的。他送我。王兰呢？他先送的王兰，再送你啊。大爷！你也知道。那他俩没怎么样吧？那我这屁股怎么那么疼？这我哪知道？不过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差点脱单。什么意思啊？自己体会。昨天晚上。王兰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试衣服呀。一大早就试衣服？我晚上要去看电影，得提前准备。那你也太提前了吧？让我看看。No。等。不要。下一套。No！ 你在想什么呀你？这个绝对不行！我换。那我要穿什么呀？好啦，知道你们是第一次正式约会，放轻松，别紧张。这件事啊，就包在我身上。天哪，我那么早来干嘛？我没迟到吧？没有啊，我们走吧。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
哟，这不是白大少吗？你在这儿干嘛？等汪兰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呢，就是要好心好意的告诉你，如果你要等汪兰的话呢，那就不要等了，人家早就跟苗里约会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校门口一起走的。哎，不得不说啊，这汪兰还真有两下子，有手段。你怎么总咬着汪兰啊？吃醋就吃醋，心疼就心疼呗，你非得绷着这个劲儿干嘛呀？我吃不吃醋跟你没关系，你以后别当着我的面说汪兰坏话。当备胎还当出责任感来了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从小就喜欢游戏。贝微微和小奶说过，我们可以在游戏里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，认识更多有趣的人。和第一次约会，游戏要好好记住，游戏才是更美好、更激动人心的世界。你要是真的这么在意他，新世界，我你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你们两人相爱，就会招来厄运，只有两败俱伤。就算哪天这不要个胡思乱想。我们一起看过的风景，做过的事，这些记忆都不会因为数据的消失而消失，我会一直都记在心里。你呢？会有一天，我要带着我们的孩子来这里。孩子？告诉他，我们是在哪里说的第一句话。如果我知道。王兰，你说点什么呀？这么冷场，多尴尬呀！今天晚上好冷啊，该你表示表示啦。啊，不然我们跑跑步，跑跑步身体会暖和一点。嗯？你不是吧？到底是有多傻？这个时候该跑步吗？啊！等等我！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暖和了吧？跑不动了。怎么了？我的脚好像崴了。脚？嗯。哦。这边吗？这下你总该背着我走了吧？哎。我在问你哪里痛？这里痛，这里痛！痛！走不了路了，好像走不了路，好痛！痛死了！痛！你快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呀！你别乱动！你是扭伤哎，万一伤上加伤怎么办啊？那你就不能背着我呀？顺手吗？上来吧。喂！你干嘛在路口停下呀？你不要命了？你那么夸张干嘛？我哪有夸张啊？你刚才差点没撞到，你不知道呀？好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还笑？为什么不能笑？就是不能笑。你别
生气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自己能走。左脚还是右脚啊？糗大了！王兰，既然已经被看穿，就不要乱动了。淡定。啊，好累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赶紧交代。累，累，但是很开心。Yes， 我都替你感到开心。不行，我要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这都什么鬼啊！胡说八道！王兰，你快看。背后说闲话，当心赖舌头。哎呀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又管不了别人的嘴。那不行，咱们必须得反击。三人成虎的故事你没听说过吗？小姐的清白之身不能任凭玷污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对劲儿，谁被玷污了？说反派，反派就登场。你要干嘛？你别拦着我，本桃今天要除妖卫道。这是学校边的事儿。早啊！早，学姐。皮笑肉不笑，非奸即是盗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肯定是他们搞的鬼。我们又没有证据。再说了，这种事儿只会越抹越黑。反正只要苗里别误会我就行。苗大神不是那种人，肯定不会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忍了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小桃，你可得先答应我，不许惹事，咱们犯不上招惹小人。嗯，我能惹什么事啊？我又不会吃亏。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我可不想横生枝节。更重要的事？嗯，你是说苗大神？你们不是一切正常吗？现在是正常，可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儿？所以呀，保护工作还得继续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嗯，而且自从上次约会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。苗里态度越是对我好一点，我反而越是担心一些。王兰，不要怕，上苗大神这趟车危险系数当然高，我们只管看好他就行。走吧。醒醒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？你来我宿舍干嘛？网上帖子你看了吗？干我什么事啊？你别打扰我睡觉。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跟汪兰有关。你自己看吧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芳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
20岁不年轻，失意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路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路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。